有接收到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家己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即马办事好亲像愈来愈清楚。团讲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为了要留郭台铭，要用不分区的立法院名单排第一，立法院院长来交换。咱做伙来听郭台铭幕僚上新的讲法。我们一向一起走的，今天一起出来是为了什么？就为了你们关心的事啊。来，破除谣言吗？阿美达先讲。没有，因为那个我觉得有太多那个我们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可能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很想斗啦，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想说这么离奇的剧情，我们还是需要出来跟大家。我觉得就一次说清楚啦。其实今天阿曼达来开会，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们怎么这么有默契，都穿了花装，对，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小聊了一下啦。其实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3个孩子的妈妈。那我们每天就是忙于工作，忙于这个照顾小孩。其实我们最怕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在家里很吵闹。那我们都怕小孩吵了，我们自己当然也就不会吵。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很怕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因为其实身为3个孩子的妈妈，真的很多事情要做，包含我们自己还要工作。然后郭台铭先生又有很多国政方面的事情需要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所以在时间的分配管理上，我们都是必须要非常精准的，所以真的是没有时间在这个宫廷内斗上。我好像是有一些争权的说法，因为 Amanda 好像是以前就待在鸿海，那庆瑜姐你是周守训委员介绍的，是不是有一些角力的问题？其实一切都是因缘际会。怎么角力一下，真的，一切都是因缘际会，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团队，认识了很多朋友。那Amanda个性也是很开朗，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很多次面，但是就是聊天也是很好聊，所以。真的就没有时间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分不分权，就是这个团队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然后郭台铭先生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所以他在带领这个团队，其实每个人分工各司其职，都是做得很棒的。未来发言的角色会如何界定？应该讲说，我觉得大概现在每天的发言，庆瑜他都会为大家服务嘛。那如果有特定的议题，这边是跟可能基金会过去的业务比较有关，或者跟我们初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比较有关，那可能新来的同事会比较不清楚。那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代劳。那还有，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因为我们都是很多小孩的妈妈，因为我们各自家庭的事务也都蛮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时间上还是要彼此分工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全台湾的妇女都可以理解吧。当你家里有3个小孩，然后还会有时间去跟人家斗的话，我觉得那也还蛮神奇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想太多了，然后也有可能是外界就是很想要看到说每一个办公室都要有这种剧情才会就是引人入胜，对，比较好看，然后比较精彩，然后比较有这个题目可以写。那其实我们真的每天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就是我们再讲一次，就是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在这个人事斗争方面了。所以2个人事前就已经先讨论过这个工作分配或者什么部分，你们2个针对这件事情做过。没有，应该这么说，我要刚刚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在基金会本来就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职务，那我们的副执行长是在今年的5、6月的时候就离职了，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个这样的职缺。那另外就是说，虽然过去的这个我们的副执行长他的这个角色扮演没有这个为媒体服务的这一块，但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对我们在这方面比较有高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庆瑜他是非常称职的角色可以来扮演。那我觉得我跟庆瑜在先前也做过很多讨论，其实不管是对公共事务也好，对基金会长期从事的一些像教育工作啊或慈善工作，庆瑜也都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外界不要太过于解读说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怎么样，大家的这个宫斗剧还是什么分权，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团队，所有的事情大家都会一起合作。我觉得人跟人相处就尽量正面一点啦，不是说每个人就是当不成朋友一定要当敌人。那我们既然有缘可以当朋友，我们会好好珍惜。好像有一说夫人不太开心，说好像败选了，然后笑得很灿烂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说郭太太是个人很好的人，然后非常的善良，然后她过去其实也参与基金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跟她沟通是非常非常顺畅。我觉得啦，大家可以想，如果说她不是人很好的话，我也可能不会去讲
随便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嘛，所以其实讲了这个，然后就会说郭台会生气，我觉得真的把他的度量想得太小了啦。然后他其实真的是对我们很好，而且。